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是什么大事代？后生就来不认在。印度风台山道2要形成无排除会登陆台湾，后礼拜2、拜3影响台湾上大，北部、东北部会有大水雨。3年1考的东港迎王，今年相连相好的装置是用乌鱼子也个鲫鱼贴出来的，迎王了后会分予信众。日本自民党真正的干事长石破茂是伊政治生涯内面第5届挑战党魁，今仔日也当选自民党的党魁，也就是未来日本首相。石破茂今年8月才拄访问台湾尔，迄当时伊就表态想要参选，拜会赖总统的时阵，伊也表达台日合作，确保区域和平稳定。ぜひとも総裁選挙に出馬し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今年8月访问台湾时，石破茂头一摆讲，因为参选日本自民党总裁，就伫第5摆参选了后，将有正式选日本首相。而且石破茂访台期间也拜会总统赖清德，表达对台日合作、确保区域和平稳定的重視。価値観を共有いたします日本と台湾がこの地域において抑止力が確保されるように、そしてまた経済が発展していくように、そして国民一人一人が安全で安心できるように。共に協力をし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れば幸いで。今年67岁，石破茂出身政治世家，对1986年头一摆众议员到即阵连任12摆，捌出任自民党干事长，并且创立水源会派系，政治经验丰富，捌做过防卫厅长官，加防卫厅升格了后的防卫大臣。长期注重国防议题，被称作安保通。近年来，一摆讲到今日乌克兰明日亚洲的讲法，提出统合日美美韩这同盟，成立亚太办北约。不过，对中国立场一向被认为比较和缓保守，也因此引起质疑。石破茂他说，这个台海出事，日本呢不应该表态，就是回到模糊。但是说呢，国防的一个专家，所以说对中国的这个抗衡，其实我觉得大的方向不会有很大的改变啊。他当然也是同样对中国的崛起，还有台湾受到武力攻击，抱持着高度的危机感哦。可是每次他提到如何援助台湾的时候，他总是必须先强调，就是这是在一个美日同盟的框架下进行，也就是说，美国必须参与其中。那日本有很大程度可能会依循着这个美日同盟的路线来做。学者认为，石破茂上任了后，自民党对已经过身的首相安倍晋三传承来，对台湾甲中国政治甲立场未有相大变化。因为咱外交部是讲，伫石破茂当选新任总裁第一时间，已经指示驻日本代表处代表政府第3号电。另外，新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总统甲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以及民众党也共声来祝福，毋望继续深化台日关系。记者综合报道。中科院投入36.6亿含宁德造船，研发到这汇能水下无人载具，外形看起来是亲像畅水蓝迄一样。最近正在进行一海上测试，25说发生讲有3名员工滑落去海里，加在是又救起来，无发生意外。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汇能是测试用平台，专家也有伫咧分析，讲这汇能若准研发顺利，具备军民两用的功能，会当收集证据，对战争是有帮助的。工作人员徛伫一只浮伫海面，看到那像细只的尖蓝顶悬。这是中科院开36亿6千万执行汇能专案，甲宁德造船共同研发的汇能水底无人载具，差不多30公尺长，船身是白色甲红色。汇能最近伫宜兰苏澳展开海顶测试，有人看到有一只船家拖出港口，不过即马所传出2个伫海顶测试的时阵，有3个员工跋落海。中科院讲，这3个员工去入民间的工作船，因为落雨骨无细而跋落海，第一时间就救起来送病院，人拢有平安。不过外界嘛好奇，这只汇能研发的进度甲用途。汇龙的水下载具，它只是一个，据我了解是一供测试用的一个平台了。那日后如果有在任何更进一步的这个发展的话，如果能够公开的话，再向社会再跟各位报告。针对汇能未来敢会投入作战的任务，郭立雄是无讲较真明。那国防部过去捌讲到汇能正做发展军民通用的关键技术，扩展海洋的资源。海军嘛，当咧规划无人系统的建案。外界分析，汇能的第一阶段会正做水底装备测试的平台，研发若是有顺利，会当向水底突击艇的方向来行。在水面下放类似美国跟其他国家释放的水中文载具，然后定期的帮我们去侦测这些水下的水文资料。
这个当然是可能的哈，只是说我们这方面的努力很慢。海文资料对潜舰作战还有水面舰的作战都很有帮助。政府强化国防自主，不过负责生产用型高教机的汉翔，所标出有工程师，那像伫社群媒体抛出各机构做机密的资料。针对这点，汉翔是赶紧发声明回应，讲航公开的资讯并不是机密，不过要是按规定，把这个工程师处分。我就尊重他们的专业判断，我们是使用的这一方嘛。那在服役中的这个永鹰高教机发现有任何的状况的话，那当然这个汉翔公司应该要去查明这个原因。空军甲中科院日前嘛去汉翔复查，郭立雄表示，若是确定有泄露秘密，会照国家机密保护法来处理。另外，有立委认为讲，汉翔治安的管控无够认真，内部管控机制嘛爱更加严格、较谨慎。记者综合报道。台中伫今早起有一台私立中学的校车经过太平中山路的时阵，撞到一台电动奥多摆，这74岁妇人当场死亡。下晡1点外，伫咧西区呢有对台北驶到台中的通联客运撞向头前撞到3台车，造成1个人受伤。市长罗秀燕也宣布讲，这公车大执法专案会无限期延续落去，一直到改善为止。这台白色的中型巴士开伫路的头前有2台机车，因为这台巴士确实向去弄到道边的这台电动机车，造成74岁骑车这阿桑当场死亡。17早时7点外，这台私立中学委外校车当时是沿太平区中山路一段往2段方向开去，不过却是甲头前电动机车来相撞，家属赶来实在是唔敢相信。我也不清楚，我在上班，他们都通知我说我妈妈出车，我就赶快来了。现场明显死亡，未就医。本分局已调阅相关影像厘清，谢姓驾驶经酒测为0，后续将呈报本局交通警察大队分析研判。另外，伫27下晡1点外，一台对台北开到台中的通联国道客运，开到台中市民权路甲中华西街口时，市场的司机敢若无注意头前的路况，结果向前对撞到另外3台车，也造成这上头前的客停车内底一个人客受伤送病院。因前方的路口车流较多，双方于上述时地发生碰撞，4车驾驶的呼气酒精值均为0。对着这群大客车常常传出意外发生，台中市已经启动为期3个月公车大执法。市长罗秀燕27早起也到路口来了解执法的情况，并且宣布来加强执法。从前天开始执行的台中公车大执法专案会无限期的延续下去，直到改善为止。尤其是不礼让行人的话，我们都会重罚。罗秀燕讲，除了第2底进行完成全市1300台公车时也辅助系统安装，也强调公车司机要有良好开车行为，经由执法加再教育方式来确保道路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才发生，这大学生和拒劫客运的司机弄死娘，想袂到又有民众指控讲，这自个暗时呢，拒劫客运的这公车经过台湾车头出来西进强，拒劫公司代表今日中昼出面会实咧，也讲提出这改善方案。也拿台中市交通局决定要甲拒劫交通目前上趁钱的台湾大道300号路线的经营权收回来3个月。民众的行车记录器翕到公车驶伫车道，煞忽然间对道并偏，甚至是颠倒向驶伫对向的车道，互后边的车行一个。25暗时11点左右，有民众看到这台拒业客运沿北屯区的南京东路在驶，煞无好好啊驶，毋但是颠倒向搁抓行。对外界指控客运业者嘛提出行车记录器来自称，表示讲驾驶是要闪已经升到车道顶悬路边的树啊。不是驾驶有什么特殊的违规的行为啊，是他跨车树叶打到车子会玻璃会破掉，这样。违规跨越双黄线，可处罚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之罚款。台中拒业公司涉事的驾驶，日前暗时是弄死当在过斑马线的细林的女大学生。但是过要1礼拜，公司的代表第一摆是行礼会实礼，嘛承认疏失，表示确实是驾驶无停让过路人肇事。据业重新的检讨了我们对于行车安全的要求的不足以及管理的模式。那同时，我们即刻的召回了我们所有的驾驶长，针对造成本次不幸事故进行深刻的检讨。我会跟律师商讨，对。如果有需要什么，我们会请律师统一公告就好了。
用其他人公司用吗？针对家属指控讲，这涉事的驾驶后壁佫上车去刷车，再造成涉任的女大学生洪教士。业者是强调讲，交予司法去厘清，嘛提出4大改善方案。但是市府考虑迄当阵涉事的驾驶，伫辅助系统拢有动作之下，无确实去做好停看型的原则，决定提出上严加处分来罚业者。收回巨越客运目前营运最精华的台湾大道300号公车路权3个月。这案是台湾首例有公车因为交通安全而被收回路权的案例。我们捍卫市民的安全，绝对没有丝毫的妥协空间。政府强调，除了已经宣布的5大措施，对旧业嘛收回部分路权。若旧业伫3个月内无改善，还是各有重大违规，就无限期收回路权，而且嘛无排除会甲伊其他的黄金路线拢做回收转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琉球南部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 TD22将可能会变作是轻度风台山导致。民间气象公司也预测讲，将可能是对台湾东边海峡上北无排除中心的登陆。上今这礼拜暗时呢，就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后礼拜2到拜3离台湾上近，影响上剧烈。若全台湾的风雨到时会真明显，气象署也提醒北部含东北部地区呢，这雨会落真大。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台东往返离岛海上的航班，礼拜5下晡开始取消，所罗内个风台要来，会持续停航到后礼拜2。在琉球南方海面顶悬的热带性低气压各地增强发展，会比作今年第18号风台3导致，外围环流拜6礼拜开始影响台湾北部东半部规工不定时降雨。在大台北、宜兰，还有北海岸这个地方呢，都有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大雨。礼拜1的时候，其实它的位置呢就已经逐渐走到我们的东南部的近海这一边就是到我们的东南方的海面，对我们的影响就会开始变得明显。民间的气象公司预测讲，准风台3导致有机会以轻度风台到中度风台的等级，对台湾以东的海峡北上，上紧伫礼拜暗时有机会发布海上的风台警报。拜1是海陆警拢会发，后礼拜2到后礼拜3是风台离台湾上近的时间，尤其北部东半部山区目前是降雨的热区，就算路径有变动的可能，对台湾的影响同款是真明显。目前的预报看起来的话，它应该会在我们的东边呈现一个抛物线转向的一个过程哦。那转向的这一个位置离我们会有多近，其实都还有待观察。因为目前最大的变数就是在它接近台湾的程度。天气分析师提醒讲，这个风台的风含雨势拢会真明显，民众会当先开始来做防灾的准备，一直到后礼拜4风台走去。但是东北季风随着对伫后壁来，北部东半部同款有一寡降雨。后礼拜5开始，北部是降温降甲真有感觉，气温来到22度，其他地区早暗嘛偏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东港3年一考验王平安祭典2袂特别起鼓咯。今年祭典头一摆用海产来做相邻相互的装置，其中这亮的蓝呢是用这乌鱼子贴起来，也那红红的身躯是用鲫鱼做的，现场乌鱼子就用1000多斤。祭典大总理表示，王祭典结束了后，这乌鱼子加鲫鱼拢会分予信众，绝对袂讨这物件。东港的好体公园边啊，民众伫咧街仔路徛几排，大家拢伫咧用手机啊来翕这对龙凤。这毋是普通的祭典装置尔，真足我甲看，贴伫咧这只龙身躯顶的蓝，拢是一片一片的乌鱼子，就连徛伫咧对面边的，拢片的着乌鱼子的芳气。民众拢讲有影是真壮观。伊拢搭一个白楼尔啦，搭白楼。系啊，无讲即个讲用只龙凤安尼啦。讲我一季咧，过来开100几万呢。哦，也足水哦。今年都加新年啦，0年啦，0年本来要用2尾0啦，9月出杯爱两只凤啦，到用乌鱼子做0的蓝啦，姜是咱咧做头路，有一个人客做江山啦。祭典大总理表示，这2对龙凤工人开3天的时间才完成，计共用1600斤的乌鱼子，搭伫咧红红身躯顶的鲫鱼嘛有500斤。这嘛是东港迎王平安祭典头摆下重本出现遮尔啊显目的装置。毋过，就有人质疑讲，安尼敢会伤过无彩？祭典过后，乌鱼子敢会变质，全讨济去？庙方讲，因事前拢有做实验。是往这个无包装的较安全，就迄个雨来雨啊，安吉来去拍来过一段时间的超过10天的，拢也会食，其咱我拢有试过啊。我哋
盐度的走去30度以上。这嘛是，工作人员啊，大家大家分大家食，这算新入的物件。为期8天7暝的迎王祭典28就起鼓咯。东港河堤公园边这对双龙双凤，那声人目，搁替祭典增加未少话题。记者柯昭荣屏东报道。9月28是教师节，各地头拢会举办这祭孔活动。嘉义市有旧孔庙称呼的镇南圣神宫呢，内面有奉祀孔子公。但年9月27的时阵，拢会把这孔子公请出来游景，再请去孔子庙安坐，等待9月28祭孔大典。各小的学生囡仔踮着孔子的轮椅，献上寿桃来替孔子祝寿。嘉义市伫9月28这一天，拢会为镇南圣神宫请孔子的圣上上轿举办摇行仪式。除了有各小的专工准备祝寿活动，嘛有学生会来担任礼生陪孔子伫市区来摇行。镇南圣神宫吼，伊就伫咧学校的附近。啊，伊来的时阵，咱就毋茫讲伊坐位学校去吧。因为孔子是咱至圣先师。我们越南也有拜孔子这样，因为但是都很少，过来的时候才可以看到台湾人怎么做，怎么办这样孔子，可以看到台湾人的文化很可爱。伫传统市场内底，和在地人合作举孔庙的镇南圣神宫，9月28祭孔大典进前，拢会申请庙内孔子圣像去到嘉义公园孔子庙祭祀安慰。过程这2公里的摇行活动，正做嘉义市伫教师节一个真特殊的文化仪式。升旗了后，才变场所较细，所以到尾啊，就伫嘉义市的中山公园，佮起一个这个孔子庙的形象，差不多全台湾敢若嘉义尔。嘉义这个，阮这孔子吼，有做这个仪式尔吼。因为咱这个囡仔开始对咱这传统文化佮无遐了解，但是借由这个活动，学生的感受会更深刻。镇南圣神宫表示，孔子圣上的摇行仪式，大当拢有学生穿古服来做礼生，佮会演奏古乐、念论语、献寿桃，那表达学生对老师的尊敬，嘛互传统的儒家文化会当伫嘉义市继续来传承。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美国阿拉巴马州立大执行全美国第2届的结束死刑，这开枪杀死3个人的罪犯米勒呢，伫咧东港暗时6点半该执行死刑。最近1礼拜，美国已经处决5名罪犯，创下过1个礼拜死刑执行率20年来新高。美国阿拉巴马州捌伫今年1月执行全球头一个短期的死刑。日暗头伊佫以上款行刑的方式处决一个伫1999年枪击3个人死亡的查甫人米勒，是全美第2摆执行短期的死刑。行刑过程中，59岁米勒先伫轮床顶面一直刷，并且滚量大约2分钟，刷6分钟的时间不时伫喘气，最后伫当地时间下晡6点38分被宣告死亡。As the execution began, Miller said, "I did not do anything to be in here." However, I should note these movements were nowhere near as long or as violent as what we saw in January. 米勒是美国近1礼拜来处决的5名犯人之一，创下2003年以来1礼拜来上最处刑人数。其中头一段处决是发生第20，是南卡罗来纳州13年来头一摆执行死刑。密苏里州甲德州第24先后执行2摆死刑。奥克拉荷马州甲阿拉巴马州是第26处决犯人。尽管这个代表各州执法单位多好安排差不多的处决的日期，在美国执行死刑率每年下降的情况下，这数量依然是引发注意。在阿拉巴马州已经执行2摆短期的死刑，不过这种方式是不是造成酷刑，依然是有真大的争议。Miller was challenging this in a court fight, but he entered into a settlement with the state. But Miller was asking for things to make sure, things such as making sure the mask was fitted to his face and that he would receive an oral sedative before the gas was administered. 美国对1976年最高法院恢复死刑以来，处决人数已经达到1600人。甲最近行刑的州来比较，华盛顿州唯一的死刑执行室是第16，永远关起来，互该州成做美国第21个废除死刑的州。公视新闻杨干编译。
今年联合国大会因为这气候暖化有讨论到海水涨悬的问题，咱台湾伫咧南太平洋的友邦图瓦卢首都富纳富提到2050年的时阵，可能一半拢去互海水引起，因是希望国际社会会当承认图瓦卢的国界袂受到影响。伫南太平洋有9个宽型酸乌岛群组成的岛国图瓦卢，总人口数是11000多人，有60%的居民住伫首都富纳富提。这片长条形的土地上下敢若20公尺宽，图瓦卢平均海拔的高度敢若2公尺。过去30年来，海面野悬差不多15公分，比全球的平均值是悬真济。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的科学家预测，到2050年，富纳富提会有一半的土地去海水淹起。Livelihoods are destroyed, families gradually move, community cohesion is tested. Heritage is lost, and eventually, the very fabric of our nations become increasingly threatened. For many of us, these are the hard realities we experience today, not the projections of a coming future. 总理戴辉立25日联合国大会针对海面野悬的危机召开的高级别全体会议，呼吁国际社会把海面野悬看作是一个独立的议题。莫甲气候变迁的议题连做伙，因为这已经对图瓦卢的国家主权、甲身份尊属造成威胁。具体来讲，图瓦卢海峡有真丰富欧网层的资源，每一年光是靠卖掠鱼仔权，就会当赚差不多3000万的美金。图瓦卢希望透过修改国际海洋法，确保因目前海峡的控制权。也若这都要通过向国际海洋法庭提案，或者是联合国决议才会当达成。Firstly, to ascertain the principle of statehood continuity as a tenet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to affirm that statehood cannot be challenged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of sea level rise. Our membership 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ts specialized agency is permanent, notwithstanding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根据了解，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每年会就海面野悬所牵连的国家领土主权的议题来发表报告。另外一方面，亚洲甲欧洲有15个国家甲图瓦卢签署双边协定，同意图瓦卢的国界袂因为海面野悬来改变。不过，伫太平洋作业批准的外国司法管辖区内底，敢若有台湾甲附近的国家斐济签署支持图瓦卢海洋边界的声明。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南韩九巴禁令伫咧2027年要施行，农林畜产食品部二日表示讲，会协助安置要到50万只的狗仔，而且有变的预算来互这饲狗业者一寡补贴。不过业者出面抗议，认为目前的方案是不足的，要求着爱补偿3年的损失，因才愿意收起来。南韩的人认为，伫咧热人食狗肉会当补身体，这款的传统风俗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不过，即马动保意识野悬，加上食狗肉的人愈来愈少。南韩国会今年初通过禁止食狗肉的法案，会伫2017年正式实施。不过，目前韩国也是有超过1500间的养殖场，有要50万只狗仔是从饲内要食的。这狗要安怎处理，大概是真关心。 입양할 수 있는 건 최대한 입양을 하게 할 거고, 그다음에 자연적으로 자연 사는 경우는 그렇게 나올 것이고, 마지막에 남는 마리수가 얼마가 될 건지 그거는 이제 3년이 지나봐야 저희들이 알 수가 있을 것이고. 南韩农林畜产食品部2日提出诱导的计划，强调会鼓励而且安排领养狗仔，绝对袂甲因安乐死。嘛会变1000亿的韩元，差不多代表24亿的预算，补偿这受到影响的农场甲餐厅。平均每一只狗上济当补偿60万的韩元，差不多代表14000块。不过，这款补偿的方案，业者是真无满意，拜二去修理的行路抗议。 합당한 지원 대책이 선행되어야 폐업하겠다. 그러나 이에 대한 것들 전혀 맞지 않기 때문에 저희들은 어제 의결했습니다. 최소한 정부가 생각하는 수익성의 3년분이 되지 않고서는 폐업에 동참할 수 없다. 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
继续来关心国民党高雄市议员黄孝庭牵涉到诈领助理费，伊本人目前是还未到案，不过伊的爸母助理等17个人拢互检方带走。问话了后，有6个人被告以2万到30万不等交保。不过黄孝庭本人无到案，检方无排除发动通缉。下晡伊有出面来说明，讲去中国本地就是安排好势行程，有甲这检调人员讲过啊。不过出讲呢，煞来当着检方要甲伊搜索。敢是有涉到秘密情形呢？这部分也要对查。2人互收查，27早起，高雄市议员黄孝庭服务处正常运作，确定媒体了后，甲铁门诱来，无愿意来回应。其中6名被告分别以2万至30万元交保候传。至于黄姓议员部分，目前尚未到案说明。黄孝庭的老爸捌做过高雄市界议员，伊也对2014年做过3届议员，基层实力真好。这摆互收查，敢若是牵涉诈领助理费，根据掌握，诈领金额大约是800万，时间恐惊有10几年。不过检调发动收查了后，黄孝庭至今无到案，伊都毋知影行踪伫倒位，检方更加无排除通缉。到27下晡，事发超过30点钟了后，伊家己录影片来说明。赵庭也在第一时间主动联系侦办的检调人员，告知我的行踪，并且告知我的来意。黄孝庭获任尾随逃亡，行踪成立，也获任瀑布助理费侵占公款，澄清出国是既定的行程，已经向检调说明，并且得到理解。因为国民党高雄市党部也建议尽紧回国说明，希望外界卖过度来猜测。身为主委的一个角色呢，我们还是希望司法能够勿枉勿重，能够尽快能够返台，然后亲自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虽然台湾有不少议员因为助理费牵涉弊案，也一度被称作历史共业。法界人士讲，助理费后续规范已经真明确，就是袂使以任何方式甲钱转往议员，也是以亲友的6点内底，涉案金额的罪少，是不是认罪也影响法官的量刑。犯罪后有自首，或是侦查中有自白，而且把全数的这个犯罪所得都自动缴交的话，那就有贪污治罪条例第8条减轻或者是免除其刑的适用。黄孝庭拄好伫收查进行出国，引发质疑是毋是有人涉密。高雄地检署讲已经分案调查，因为伊讲家己出国进前已经事先有讲，检方强调收查迄天暗时7点外，伊才回这调查官所留的电话，到即阵议员也未到案。记者综合报道。中央特别教啊，各县市拢会发这敬老金，不过标题却传出讲诈骗集团锁定老大人，甲因骗讲是公所的人员，通知这老大人领敬老金的口资，互人摕去用，就爱提供别个口资。加在平常是有抵觉到无人去互骗去。今年9月中央，新历是10月11日，各县市开始发敬老金。其中新北市针对100岁以上的集会人分2万块的敬老金，不过标题却传出几啊件诈骗集团锁定这个集会人，甲因骗讲因是公所的承办人员，甲民众讲因领敬老金的口座去用偷用，叫因提供其他口座的资料。但是会担心啊，这都不对劲，马上就要通知。好像我们警察局啦，没就村干事啊、村长这些啦。有任何的疑问，最快的方式当然就到他所住的乡镇施工所，或者是拨打我们的县民专线1999来做洽询。刚才接到诈骗电话，民众是真买车，目前无人去互骗去。其实7月底就有人在网络顶喊讲，新北市的敬老金若是袂记得去登记，就会全部拢充公。社会局有出来驳回讲，这是错误的信息，因为领的方式有分汇款甲领现金。而且最近就要拨落来，社会局烦恼诈骗集团会利用这个机会来甲民众诈骗。如选择汇款，预计于10月2日直接入账，是否不会主动打电话向民众索取账户资讯？警方强调讲，诈骗集团大部分是利用社会事，或者是配合津贴甲发礼金的时间来骗民众的个资甲口座的资料。最近中央的敬老金都成做诈骗集团新的手路。民众若是接到来路不明的电话，会记得接起来了后，听对方讲啥，挂断了后查证。听他说了什么，然后挂掉电话之后再去查证。但是我们查证是要真的用社会局的电话，或者是打110报警去查证，而不要回拨不明人士提供的账号去查证哦。警方表示，诈骗集团嘛正在发简讯，若甲网址点落了后留下个资，毋但可能会去互骗钱，也阁有可能变做诈骗的人头口座，甚至会有刑责。提醒民众若拄到来路不明的电话，或者是可疑的简讯、电子批，拢要注意查证，毋通去互骗大耳。记者综合报道。
云林出产真侪蒜头，不过最近这蒜头拄掂落去尔，却一直落雨，产农积水也传出灾情。今日农业部有派人去了解，准备启动相关的补助措施。农民落田甲浸水蒜头挖起来，即马是云林种蒜头的季节。即阵仔煞定定上大雨，部分排水歹的田拄种落的蒜头全拢烂去。雨落伤过久，地势一遍过一遍雨，产生水路不通，那个蒜头太潮湿，导致那个蒜头腐烂。改良场、农粮署啊、县府公所的，我们来现场看看。如果说摘笋有达到标准，我们就会建议农业部启动现金救助这样。农业署讲，云林种蒜头的面积大约5000公顷，占全国9成以上。不过最近雨落真粗，造成蒜头田的土甲蒜头落雨冲甲烂去，其中四湖乡通报100公顷受损上严重。看到的状况确实是，它这一块田因为可能用粘土，然后排水不佳，那因为也不太确定它这个已经淹多少了，但是我们挖开来看，确实是它内部已经开始有一些腐烂的状况。就是等到天气好，那土壤差不多的时候，差不多干的时候，那来做覆土的这个动作，然后来减少这个损失啦。农业署表示，目前该等各单位评估整个地区的损害状况，若全乡损失达到20%，就会当建设农业部启动天然灾害救助。若天气转好，也未烂去的蒜头会当顶砍土减少损失。不过后续蒜头的产量甲市场供应影响，爱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前一阵仔雨落真粗，根据着农业部的统计，9月至9至7，全台湾农作物的损失1308万，其中巨峰葡萄377万上介多。农业部也要提醒农民，着爱记哩去申请天然灾害救助现金。空空的葡萄园，中华二林的农民真无奈，因为二林挖海边啊，丰收过头，无法度，嘛无条件打网湿，致使二林的葡萄敢若会当种前半冬。毋过，若是伫咧中华、大川、园林、宝心等等的所在，风无遐透，才有栽条种冬果。毋过到月份，葡萄才拄开花，就拄着大雨，花拢冷去，死了了。啊，这二期的因为二林大部分地方拢无做二期啦。所以讲落雨嘛无啥损失啦。我有听讲大川个宝心迄边有做二期的，才讲损失足厉害的。9月中过后，受到低气压影响，全台真侪所在闪大雨，各地农作物损失是真严重。根据农业部的统计，干那9月22到9月27 6天的时间，全台农作物就损失1308万，其中以巨峰葡萄损失377万上多，第二就是乌麻啊损失占213万，第三就是番麦损失171万，再来就是红菜头拢总损失117万。损失有1308万，那其中云林、彰化还有台南市屏东县的损失较为严重。那受损的作物呢，以巨峰葡萄、芝麻、硬质玉米、胡萝卜等，它的情形比较严重。农业部提醒，若是有受到天然灾害的农民，会当找地方政府，也是公所申请天然灾害救助现金。亲像即届损失上严重的葡萄，1公顷会当补助10万块。农业部提醒也未申请的农民，赶紧去申请，避免损失受过严重。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咱台湾的农业欠工严重，真侪农民拢开始使用这机器斗做事。不过，也有农民指出，讲无前期相关的法规无符合实际需要，特别是转农有时阵，常常有人来抗议，希望政府会当来辅导，提出配套的办法。无人机伫产地转药啊，增加工作效率。最近是真正看到公部门也大批讲，不过依然有农民反映讲，无人机伫产地作业，毋但考照困难，佫有真侪规定，无符合农业的实际需求，真歹合法作业。那我上面没有载任何生命，不会影响到任何的人员的安全。的法规为什么定得这么严苛、这么的严谨？农民讲，无人机伫产地作业，按照规定3天进前爱向交通部资讯系统报道，作业完成也爱报。不过产地作业需要配合气候，这款规定互农民真歹配合，而且申请无人机的作业，敢乃当透过法人，自然人袂当这么方便。我会不开心啊？怎么说？我可能会打电话检举。为什么？
这样对我不好啊，因为我没有在撒农药，就是农药的味道啊。可是现在有改善很多了。有改善。也让无人机转药啊，也枪在和有机农民和当地住户产生冲突，增加作业的困难。只是说，就农民来说，还是一些申请程序会相对的复杂。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持续跟房检署去做一个沟通，请房检署再跟交通部去做一个进一步的处理。官府表示，面对农民的需求，会继续向中央反映，看敢会当伫兼顾各方安全之下，提供更加方便的无人机作业流程，来符合农民的需求。若无人机作业甲厝边冲突的部分，会辅导成立有机促进区，和有机农业专区化来降低冲突，并且呼吁农民转药进前应该加沟通说明。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凤山站有一间真家厝内面的电动车导火烧，经过调查发现，这间厝最近4年来，敢若电动车导火烧就烧4届。讲是这内面的住户常常会去捡电池，回来修理改车。警方要求到案说明，也依照公共危险罪来上班。听过通报火警，消防员到场拍火，发现是电动车起火。没有，这个每次都自己在那边乱装啊。起火点有可能就是这粒烧甲臭火焦的电动车电池。消防队统计，这口罩为民国109年到今嘛，因为电动车引起的火警已经有4届。厝边讲租厝的李姓男子，固定会收集着电池来修理电动车，嘛看过伊伫修理过程引起着火势。这个有可能是伊充电了后人离开现场。伊拢咧修理奥多摆。安尼家感觉了？以前伫厝内学就足危险嘛，伊即摆拢伫外口，外口呐。小可迄落好，啊对面一直那个电瓶是讲离较远啊，不过可是这边有火灾的话，大家也是会害怕。消防队这时前往客栈无人伫的，无法度入去看。厝外有真侪线路，厝内嘛有真侪电池。警方已经伫26号车人到案说明，将会按照着公共危险罪来移送。近4年来，4次火警报案内容皆为充电导致的火警。品质的问题，或者是它有商标检验合格的问题。一般的话，我们是原厂出来的话，是它会膨胀而已啦。可是，在市面上卖的话，可能是都是比较拼装的锂电池，品质会比较差。其他电动车业者只是提醒，唔通乌白来买，还是使用唔是原厂的电池，因为无经过安全把关，无法度确定品质，若无注意，就可能发生危险。民众若是替电动奥多摆来充电，时间嘛唔通伤过长，上久7点钟就要停止。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报道。来看嘉义梅山太兴村是一个阿里山重要的地米产区。来看当地一个少年农民林基顺，自2017年的时阵呢，伊回来到故乡，甲家族的地园接落来做，推广食地文化，也带动地园的发展。伊伫咧今年也入选全国8大少年农民的肯定。对农历白露节气的到会家里来横寮车站周边的太兴村，原来一年一摆黄头落季，上千上万的白灵丝飞在天顶，叫做全台独一无二的生态奇景。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万路朝凤，很多的黄头鹭，那这里面都是白色的哦，没有像这样一样那个繁殖期哈，所以每年的9月中旬到月底可能会看到很多的黄头鹭过境。太兴村毋那是黄头鹭的山鱼驛站，同时也是阿里山重要地休产区之一。今年入选8大青龙的林基顺，为自2017年回乡接手家族地园以来，致力推广平民文化，为地方地休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刚刚那个茶青摘回来之后，我们必须要先把它撒开做日光萎凋，用太阳的那个日光去让它水分慢慢去消散。毋那安尼，林基顺佫将伊伫海外学到的料理技巧，甲当地食材结合，可以到替方便餐厅提供游客无共款的美食体验。像我们在开店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同业会来吃嘛。那吃完之后要学嘛，肯定是学不走咯。因为你自己看我这边的香料，这边只是我一小部分的香料而已啊。每年秋天到来横寮游客，毋但用食芳醇的地休甲经典料理，也可欣赏白灵丝过境的壮观奇景，世界震撼价值满足，互每一个来遮游客拢有一个难忘的回忆。记者综合报道。
国家妇女馆对2015年开始推动女路的导览活动，要对全台湾各地头景点来看当地女性故事。今年国家妇女馆针对鹿港女路举办导览员培训计划，行鹿港灵山寺、顶架古厝、望灵巷这景点，来思考到性别平等的议题。一群人行到鹿港高雄大家族顶架古厝，导览员说明顶架后代丁文生因为有抗日的背信，互人以思想犯的罪名列入假角。这是国家妇女馆举办的女性路线导览员培训计划，要为各地头的景点来看当地的女性故事。当时伊甲赖和吼关做伙，当时咧赖和对伊有一个讲法，这个查某囡仔吼，这个性地吼已经互关啊，搁遮尔无顺从吼，可能会食真济苦啦吼。我想伊传达的是一个女性特别的精神，伊对于家己人生的一种反抗吼。在过去传统父权文化影响之下，女性的贡献牺牲较无人看到。国家妇女馆为2015年开始推动女性路线的导览活动，目前已经有15个县市加入，有22条的路线。其实，因为我们就是长期在性别平等跟妇女权益的方面，想要透过不同的方式，那其中就是想要透过导览，然后从女性的角度出发。那全台包含就是我们从台北出发，然后一直到各县市。那今年就是在彰化的鹿港。也觉得说，我们可以一起做这件事情。国家妇女馆表示，女性路线是一条大家拢会使来行的路，甲地方的景点结合女性故事，互大众思考生活中性别平等、妇女权益这议题。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新竹市的建工区中，最近伫咧图书馆特别举办台语册展览活动，内面除了有各种的台语绘本以外，也有言语的介绍，学生会当透过用算的方式学到台语。摕台语册愈看是愈深刻，另外一边有各种台语相关的绘本。学生讲透过即摆台语册展览，会当对册内面学到真侪过去较袂晓讲的台湾话。会当互阮伫学校内学到更多的一些以前不太会在平常时候讲的东西。真趣味，看了迄个册了，我对台语较有兴趣。所以即马恁来看嘛，对一个言语和伊的种解说会使配合起来。除了有台语册会当看，现场阁有趣味的台语斗看卖游戏，学生透过文理解释来找出相关的言语。新竹市建工高中头一摆在图书馆举办台语册活动，希望让学生体会台语的水。这款有图的册，其实伊的字较少，嘛较简单，所以囡仔来看的时阵，可能较袂晓有感觉，台语做困难的，无好学，安尼嘿。另外一种册就是讲吼，伊有甲咱讲，台语有啥物文化，有啥物故事。因为这个本土语言法实行了后，希望咱的学生会当有更较侪读台语册的机会，特别办这个活动，希望学生会当透过这个阅读但阅读的这个部分会当更较进一步了解这个台语的水的所在。校长指出，国家语言发展法通过了后，学校对本土语言的推广是愈来愈重视。除了台语册展览以外，未来会针对客语、原住民语举办活动，让囡仔会当更加明白属于咱台湾的语言。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台湾吧甲故事文字网站这两个网络平台，对2014年开始就用自媒体方式来讲台湾历史。这届因决定伫咧成立10周年的时阵，共同合作，用网架动画写出咱课本内面无解台湾历史，希望大众对无同款的角度来熟悉台湾。在2024年，台湾又完成了一次总统大选，中国战机在台湾附近郊游的次数持续增加。台湾吧影音平台甲故事文字网站这两个网站平台，拢是以台湾历史为主题的自媒体。这两个平台拢是伫2014年成立的，今年拄好是满10周年，因决定共同合作制作一个课本无交代清楚的新网架台湾史。那这10年后其实还缺什么？他们会发现，其实国际间对于台湾的关注开始升高，台湾对于例如说国家语言、本土内容的在意，已经往更深化的下一个层次。
这届合作是以海岛人为主题，加入台湾的性别平权、族群议题、甲台海规矩，除了共同制作影片，两个平台嘛联合举办为期6礼拜26、24新台湾史运动特展，希望透过展览呈现新的台湾史，让台湾人知影先辈是安怎为台湾民主打拼的过程。我们整个展览就是围绕着海岛人这3个核心的概念，3个面向其实是不只是台湾的历史，也是我们对于台湾未来的一个想象。台湾其实未来要走向世界，走向跟环境共存，走向一个多族群的社会。台湾经过日本的统治，白是恐怖，如今面对台海危机，台湾吧甲故事网站平台，希望唔但让台湾人了解国家的历史，嘛希望让外国朋友会当看见台湾人争取民主的过程。因计划伫未来创立一个台湾历史平台，甲这内容翻做10个语言，让外国朋友透过新的角度来理解台湾。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今日台北桃园新竹对25度到31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3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5度到31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